免么大，才要补客栈，恁客栈费免话，后面的都恁客栈，费免话。迄个就讲无意思，叫我也无原来跟两海是讲叫后路越走越走本路流。是讲招后路越走波罗流波罗流走路本美，走路本摩西，又走路本以利亚，走路本摩西，走路本以利亚，走路本以利亚。是讲就后路，你要是要的话，越走波罗流。走路本美，走路本摩西，走路本以利亚。是讲如果是讲是讲就后路，如果主要的话呢，我就做波罗三个六就是鸟就是那个棚子，比如说鸡鸟、鸭鸟、光华鸟在日本留学生宿舍，光华鸟。走路本美，这一个给你，这个给摩西，这个给以利亚，做三个波罗流。是讲就后路越走波罗流，走路本美，走路本摩西，走路本以利亚。这个流就是鸟，鸭鸟、鸡鸟、光华鸟。光华鸟就是留学生宿舍，在日本东京。有座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有面膜代言海荡，若能前面带着忙。